咁啊，各位網友，大家咧好耐冇喺度傾偈啦。咁啊，今日咧就趁呢個機會啊，咁啊，因為我又放假，咁啊，同大家傾下偈啊。咁啊，睇下有咩特別話題咧。咁啊，而家大家喺個熒幕上面都見到啦。咁啊，見到啊，小龍女呢一晚咧就係喺2017年4月23號就第一次喺西洋菜街演嘅情形。咁啊，當時就距離而家已經成8年咯喎，眨下眼咁快喎。咁啊，今日咧龍小姐有直播快閃嘅，咁啊咁啱，我忽然啱啱就睇到，咁啊即係都有同網上邊啲朋友即係打聲招呼，咁啊睇下通知多啲人，希望多啲人睇到啦。咁啊講開咧就阿龍小姐而家就即係身處於喺澳洲啦。咁啊，因為即係嗰邊有邀請，咁啊有2晚咧就係演唱會嘅。咁我相信即係嗰演唱會都係喺酒樓上邊進行啦，同埋劇院嗰啲啊。咁啊，最重要咧就係即係打開咗嗰個市場，咁啊希望日後咧更加多機會。咁啊，因為今年都已經即係先後去咗加拿大啦、美國啦、LA 啦，加拿大嗰邊就係多倫多同埋溫哥華啦。咁啊，好多海外 fans 咧就相信都等呢日等咗好耐啦，因為即係我由2018年開始喺網上睇到小龍女咧，咁啊當時即係經常睇下 MK 或者其他嗰啲攝影大師佢哋嘅片咧，咁啊都睇到好多留言，咁啊好多海外嘅粉絲咧都即係好渴望，即係有機會見到小龍女過去嗰邊演唱。咁啊，曾經即係喺菜街嘅日子咧，就黃學羅文先生咧都有講過，就話即係世界之後咧，佢會帶龍小姐即係過去美加咁啊。咁但係日後就即係並冇成事啦。咁我哋當時仲以為話黃學羅文先生老作，咁其實可能唔係嘅，可能即係都係因為條件問題。咁即係龍小姐即係早幾日都喺直播嘅時間都有講啦。咁啊，其實幾乎即係每一年都有人即係揾佢針界，咁但係即係可能一路都唔成事嘅原因咧。咁啊，一來可能係條件啦，咁啊二來又或者可能係場地各方面嗰啲客觀嘅因素，即係唔係咁理想諸如此類啦。我相信咁啊達到即係去到今年咁先正式成事咁即係呢個係一個好嘅開始嚟嘅。咁啊，因為即係如果佢喺嗰邊嘅演唱受歡迎嘅，咁啊當然即係更加多搞手即係會請佢過去嗰邊演出啦。咁講翻即係龍小姐，即係佢已經街演即係有成8年咁耐啦。咁啊即係大家都睇到即係佢係一路以來都受好多歌迷嘅歡迎。咁特別即係一班即係所謂龍粉即係對佢咧就即係不離不棄嘅。咁啊點解會有呢個現象咁多龍粉會喜歡佢咧？咁除咗即係佢有一定即係相當好嘅歌唱實力啦，或者佢個外形即係好多人會喜歡之外咧，呢個即係我覺得係一個香港嘅社會現象即係因為即係香港即係長者個比例咧係即係越嚟越多，而呢一班長者咧即係喺個生活上咧可能即係比較枯燥咁啊得唔到啲咩生活上邊嘅快樂，咁啊變咗即係遇到龍小姐咧，即係會有好多方面嘅投射咗落去咁或者喺佢身上咧就即係見到佢唱歌咁就會好開心見到佢咧一藥都唔使食唔係講笑㗎，呢樣係真事嚟㗎咁但係就即係隨住日子一路過啦都8年啦，咁啊即係嗰班龍粉即係亦都有啲係年紀一路大嘅，咁啊即係點樣要揾新嘅一班嘅新梯隊去接替咧？咁啊即係呢個咧就龍小姐咧自己考慮啦即係因為即係始終都需要啲新血去補充翻。咁啊當然啦，佢而家入咗電視台，咁啊機會會係上鏡或者各方面咧機會會係多咗人認識佢嘅，咁啊希望喺呢度咧吸收到多啲新嘅粉絲啦。咁啊即係講開就講啦，咁佢而家咧又拍緊嗰個咩養生之旅啦，即係喺 TVB 嗰個旅遊嘅綜藝節目。
咁啊呢個係第一次喎，因為龍小姐入咗TVB 之後咧就除咗歌唱嘅表演之外咧，其他就綜藝啊或者係戲劇啊嗰啲方面嘅演出嘅機會咧就比較少嘅。咁啊呢次綜藝節目係第一次啦，咁啊希望即係做得好，咁啊以後多啲機會。咁龍小姐咧，因為佢即係始終係廣東話係冇普通話咁流利啦，咁啊變咗咧，即係佢唔跟人哋爭嘢講啊，咁啊即係變咗即係希望即係要喺呢方面咧就多啲留意下啊，唔好俾人爭晒啲對白嚇。如果唔係咧，就變咗即係啲觀眾冇咁容易留意到佢啦嚇，咁啊即係注意下咯呢方面嚇。咁啊我自己個人意見啦，因為即係之前咧，佢喺得到星光大道冠軍之後咧，喺央視咧都曾經有過啲節目咧俾佢做司儀嘅。咁我好記得啊，就係嗰位即係拍檔嗰位男士咧結果咧就全場咧搶晒嘢講啊，咁啊都睇到我哋當時嗰班即係支持者真係好戥佢唔抵，即係覺得哇呢條友仔乜都俾佢搶晒啊！咁啊係咁噶啦，即係呢個搶食世界啊嘛，冇辦法嘅咁呢個澳洲之後咧，就將會好快又播出嗰個生命之旅嗰個節目啦。咁啊跟住咧就5月5號咧有鄧麗君演唱會喎，紀念30年嘅演唱會喎。咁鄧麗君小姐就大家都好喜歡啦，當然係咁，同埋咧即係佢亦都即係好間接咧係帶俾大家咧認識龍小姐嘅。咁因為即係佢喺賽街嘅時間咧最初咧都係以唱鄧麗君嘅歌為主。咁好似佢自己咁講我都覺得龍小姐咧係冇模仿鄧麗君嘅唱法。咁最主要咧都係即係順住佢嗰個方式去即係研究佢自己嗰個唱法出嚟咁大家都咁，我覺得咧即係佢參加咗《中年好聲音》之後咧，咁當時嗰班評委咧就即係好着力咧去即係要求佢就話要搣甩鄧麗君嘅影子係嘛，唔好要有佢嘅唱腔咁，我覺得呢樣咧就真係揾到襯咁但係多多少少咧，我覺得會對龍小姐咧有啲影響嘅。咁大家都會留意到佢而家嗰個唱法咧，同喺賽街嘅時間咧係有少少唔同咗嘅。即係我自己就唔係好識音樂啦，我聽歌嘅啫。咁但係即係覺得好似咧，即係譬如震音嗰啲方面咧係少咗。個唱法咧亦都有少少唔同，即係嗰個轉音嗰啲方式咧都係有少少唔同咗嘅。對我自己嚟講咧，我就比較喜歡即係喺街演嘅時間嗰種唱法，唔係話而家唔好即係我自己比較中意以前嗰一套多啲咁解好快5月5號就到咯喎，到時即係喺文化中心舉行啦。今次咧就有另外一位黃小姐，嗰位黃咩我唔記得咗添來自國內嘅，佢就即係以唱鄧麗君嘅唱腔為主嗰位真係模仿鄧麗君嘅唱法啦但係咧就即係佢都入行都幾耐㗎啦，我睇翻即係喺網上見到佢嗰啲片咧，有啲即係都成10幾年睇下到時即係嗰個演唱會有咩嘢帶俾我哋我相信即係精彩就必然㗎啦因為兩位都係即係有一定實力嘅歌手但係即係到時先知，即係有啲咩帶俾我哋，到時先知好啦，今日講到呢度先，後有機會咧大家再傾下偈，好啦，拜拜。